你有冇諗過你點解會嚟到呢個地球啊？又有冇諗過你出世前你個靈魂點解要嚟到呢一世呢？其實輪迴再世絕對唔係巧合，係你自己選擇翻嚟噶。如果你學識咗呢個宇宙嘅秘密法則，你就可以突破你自己嘅命運。今日我就要分享呢個宇宙關於我哋靈魂嘅7個論點，係非常之重要噶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靈風 Windy，我係一位心靈導師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最中意分享一啲臨床已經證實咗嘅靈性知識，等多啲人可以靈性成長，擁有豐盛富足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其實我哋嘅靈魂亦都係宇宙嘅一種能量嚟㗎咋，而呢種能量係唔可以被創造，亦唔可以被毀滅，但係只可以被轉移。即係話我哋靈魂係絕對唔會消失㗎，而每一次嘅輪迴再世翻嚟嘅話，都係我哋靈魂自己選擇翻嚟，再學習我哋人生嘅一個課題。而每一個靈魂佢哋再世嘅次數都唔一樣，係因應翻當時嘅靈魂係想學幾多嘅智慧同埋佢嘅經歷。我唔係隨便講噶，不如一齊嚟聽下呢位博士點樣講啊！有一位催眠大師，佢叫做魏斯博士，佢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做臨床研究，佢會幫眾多嘅患者進行呢個前世回溯催眠嘅技巧，亦會記錄低患者喺催眠嘅時候所見所聞。其中有一個案例嘅患者叫做海瑟琳，佢喺前世回溯催眠中見到自己過去已經經歷過86次嘅再世嘅經驗。當然有其他嘅患者個案嘅輪迴再世嘅次數會更加多。經過魏博士再努力研究發現，大部分嘅患者都不約而同得出以下相同嘅定論。跟住落嚟呢7個論證都係有根有據噶，都係魏博士嘅努力得出嚟嘅結果。第一個論證就係我哋嘅靈魂係自願嚟學習嘅。其實我哋嘅靈魂不斷輪迴再世，係為咗學習同埋體驗人生，而短短嘅一世嘅時間係唔足夠靈魂想學晒所有嘅嘢，所以靈魂需要一次又一次咁輪迴再世，透過唔同嘅身份、唔同嘅經驗嚟完成自己想學嘅嘢。原來我哋嘅靈魂咁好學㗎喎。而第二個論點就係原來我哋靈魂係會自選旅程㗎。靈魂喺輪迴再世之前，係會經過自己同埋高我一手一腳策劃，係自己選擇呢一世嚟到要經歷啲乜嘢，亦要配合埋上一世嘅業力同埋未完成嘅課程，集合以上嘅條件，編輯一個新嘅旅程俾自己。即係話今世我哋遇到啲乜嘢，原來都係自己揀㗎。第三個論證就係咁多嘅患者都印證咗，原來我哋宇宙係有因果法則噶。其實業力係有分好同壞噶，係宇宙用嚟平衡呢個因果法則噶。萬物都有一定嘅因果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你亦可以試下重複讀因果呢2個字10次，期間你就可以聽到果因噶啦。佢哋係環環相扣噶。所以我哋心靈導師經常提醒大家要做出一個正確嘅決定，要做出正確嘅決定，我哋就要學識覺醒。只要學識咗覺醒，我哋就會經常覺察住自己有冇做啱嘅事，咁樣就可以我哋自己決定翻我哋業力未來嘅方向。盡量快啲學識放下，唔好再埋怨，就係咁樣，我哋先可以平衡翻我哋嘅因果噶。其實我哋每日都不斷處理緊過去嘅業力，同時亦創造緊未來嘅業力，係會不斷循環不息噶。唯一可以改變嘅就係你有幾多嘅好業力，同埋有幾多嘅壞嘅業力。如果我哋不斷去化解舊嘅業力，而今日亦都做好現在嘅業力，咁我哋活在當下嘅時候，好自然我哋未來亦都會剩翻好嘅業力噶啦。
第四個論證，原來佢話我哋業力其實係獎賞嚟噶。請記住，唔好將業力當係你嘅枷鎖，佢亦唔係一種懲罰，只係俾靈魂去體驗呢啲業力，然之後經歷過後先會得到成長。而宇宙都會尊重每一個靈魂嘅選擇，去唔去輪迴再世都係靈魂本身自己嘅決定。咁我哋日後聽到業力呢兩個字就唔好太過驚啦。到第五個論證就係話，原來我哋靈魂係好中意挑戰自己噶。對於靈魂嚟講，原來世間先有百煉成鋼嘅成長機會，甚至有好多嘅靈魂都有非常高嘅求知欲，佢哋好踴躍去輪迴再世，就係要挑戰自己。原因就好似你去睇一本飲食嘅書，係唔可以品嘗到當中食物嘅味道，只有親身去經歷去品嘗，先會深刻感受到當中嘅味道。就係呢一個經驗，先會令到呢個靈魂刻骨銘心。同樣，我哋都係喺錯誤中裏邊學習嘅。如果唔跌過，唔錯過，咁我哋又點會學識點樣唔俾自己再犯錯呢？如果我哋做錯咗，唔需要驚。最緊要嘅就係你要喺錯誤中學習到你最重要嘅課題。到第六點啦，原來話我哋嘅靈魂係好中意挑戰一啲高難度噶。有人會問魏博士，點解有啲人一出世就有殘障同埋智障？咁嗰啲嘅靈魂嚟到呢個地球想學啲乜嘢噶？而魏博士綜合咗咁多嘅患者口中得知，原來每一個靈魂都有佢自己嘅課題，佢哋需要學習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影響，要接納自己，好好面對自己。而嗰啲取笑殘障人士健健康康嘅人，佢哋反而仲有更多嘅業力要去處理。原來殘障唔係一定係業障嚟噶，或者係還債，只不過係靈魂本身想去挑戰高難度嘅課題。呢一個亦都係快速可以學晒所有嘅課題嘅捷徑嚟噶，亦可以加速清理累世嘅累積業力，可以快速升級。哇！原來啲靈魂係咁勇敢噶。第七個論證就係，原來我哋一生對靈魂嚟講係非常之短暫噶咋。點解會有啲人一世順利，但係亦有啲人處處碰壁呢？咁魏博士就話咗俾我哋聽，有一個關鍵，原來係我哋只係用一世嘅角度，定係用8世嘅角度去睇我哋嘅人生。如果我哋拉長時間用8世嚟睇我哋嘅人生嘅話，你就會發現冇人會一世輕鬆，亦冇人會一世喺度受苦噶。一切都係靈魂自己揀嘅旅程嘅一部分，無論逆境或者係順境，都係靈魂自己揀嘅決定。佢自己揀嘅課程都係最適合佢哋自己噶。人生真正嘅價值唔在乎佢經歷咗幾多風浪，只係在乎佢喺呢段人生裏面學到啲乜嘢。魏博士發現有一樣好有趣嘅事，就係原來靈魂同埋靈魂之間，佢都會係有業力嘅相連噶。所以你哋見到身邊所有嘅人，絕對唔係偶然噶，一定係唔知你邊一世曾經相遇過。例如話之前做過你朋友，但係今世就做咗你嘅兄弟姊妹。或者之前做過你嘅伴侶，今世就做咗你嘅小朋友。我哋嘅生命係不斷交織噶，而角色亦都不斷去轉換，係咪好有趣呢？以上呢7種嘅論證唔係無稽之談嚟噶，因為係魏博士努力去研究證明噶。喺佢多年嘅臨床研究證實咗，我哋嘅靈魂係自己選擇翻嚟呢個世界噶。係證明咗有輪迴再世，亦有因果法則，係咁樣平衡住我哋呢個宇宙嘅循環體系。魏博士仲話，原來有好多嘅靈魂都排緊隊，好渴望咁樣做人，可惜我哋人口有限啦。今日有幸做到人嘅你，請好好愛惜你自己，同埋珍惜生命啦。你今日成為人呢一個機會，絕對唔係理所當然噶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活在當下啦。只要你好好愛自己，珍惜自己嘅話，相信好快你就會心想事成，成為豐盛富足嘅你。希
望大家鍾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如果呢條影片可以令到大家有勇氣面對所有嘅課題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